哦，叫所有来者，我从山西带送走，已经排了上龙勿好个地方，埃个两块地方眼睛已经凸出来，对眼了心。金刚经。埃个才是内销个，像印上去个的，我的没用天特别白，送给我，我要的。张总，你这个什么字体？张体，你这还拿一副？哦，不，我是像两副。哦，你的眼睛改得来，你心黑得来的。不，我两副来改一副。让你先改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倒蛮适合我的，因为我们书香门第，我们家。你们俩是厦门的啊，我跟你讲。是要本哦，年夜饭大卖，厚积薄发是吧？厚德载物大众人。厉害！看见3万欢喜3万，看见来来欢喜来来。到我的姓啥？羡慕。羡慕分看见。哪一搭个羡慕哪一搭有羡慕嘞啊？你弄多少？我一副。今天小戴姐让我。我已经让这个，你也看见一副是，你也欢喜的哇！我现在来到边来做生意的。莫搞。哎呦，难为情的。等你小孩子来再讲，反正收养也对个，我是一副孩子啊。我来教一个少个意思，其实我2包斤，没看出来金万户，你蛮厉害的啦！我说80斤，看随便上去侪是胖子。阿呆亚青，带着好心情，看什么都是美的。我女儿会都骂他天，老大看出来还是蓝天白云，谁是一个意思？金万户也拍在打水蓝叶白头塔，耶！等吃到一早，男朋友已经抱孩子，我讲你要去看见，已经12点钟了，我不进去。我不欢喜拍菜，走，你今在谁人到金万户拍？你约个你个晓得？鸡翅毛噶，手指也是毛毛啊，鸡翅毛。加个微信啊，来，我呢也是做电商和抖音运营的，我是一个组织的啊，对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这儿。哎呦，我自己来，哎呦，西菜鸟丝，大公鸡。哦，那个鸡哪能个讲？那个一个三八个么子，我不吃讲。但是你刚才讲个蛮好了啊，我记来了，后头我看见羊毛毛在想着呢，人家自乐为母，你是自养为乐。以前呢，不是说老百姓消费不起，没办法进来，也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你光有钱没有格也不行。哟，今天我连不吃个么子来着？你的最爱来了。哎。用的，四个笨的嘞，一张是用的，四个肯定用的，当你玩呢。玩，一张是金万户好，你要他吃得好的也相当高，吃到用好相当的，点名的，金海用好，一个80后，这一代。金万户个好吃光，吃我个好，四个一张四个看个清爽，四个。我是借花献佛啊，叫好媳妇。张总，你有没有试着把你的字去卖过？你要卖出去了，我们这个衣服就值钱了。看我的人民币啊！兑现，你看饭也不吃，现在送了一个南京人了。别听金万户讲吃好。我有2只好夫子双人分吃完，不好意思打翻。你帮我弄啊！哪位人的灯光粉丝看见是哪位打翻了讨厌死。你不要费垃圾哇！哎，你打翻，不是哪位人，我不能帮你弄。面孔啊红。你打翻，他没打翻，你看到？不垃圾。100块1只，200块不是，我打翻最抢没辰光吃，我一转去忙你要饭来，啥，你马上去菜橘子。今天是打翻我不客气的。我不想讲句话，等那个班上里是不准浪费出教材，你要相信以前啊这个，想作业不能浪费。还是没害的。你考虑3年天风忙荤菜，哎，肚子好，胡椒拎走去，夜里向一顿烂粥啊。还有东西忘了拿来，啥么子啊？烧个纸，哎，上次，我